信心，希望可以成事。我對自己有一兩隻歌咧幾有信心嘅。咁如果最想拎，梗係新年進步獎啦。我都係志在參與嘅啫，你個心態。咩獎都想攞喎。我最希我對我揀 Dry Beyond，係溫拿。肯定口語牛仔。Beyond 咯。係溫拿啦。一定係 Dry 啦。溫拿 Beyond。我最喜愛女歌手有好多個。王菲咯，不嬲都係㗎啦呢個。係王菲好喜愛，唔使解釋。阿菲啦。本身中意佢唱歌嘅 style，所以我揀佢。張惠妹因為佢真係熱愛唱歌同埋有誠意，因為唱得好聽。張惠妹舞台嘅魅力咧，事實上小弟係拜服嘅。雖然西面出咗小碟啦，咁但係我諗佢嘅幾隻歌咧都幾 hit 嘅，我相信機會都好大。梗係楊千嬅啦。最喜愛男歌手係張學友。張學友，因為主觀咯。我都會揀翻張學友啦，因為始終佢今年嘅歌亦都好好聽啦。Leon， 因為今年我覺得佢嘅好多個唱片裏邊嘅聲音，我覺得都幾新同埋幾好咯。黎明應該幾好。郭富城啦，因為我覺得佢今年嘅成績真係好突出啦，咁同埋睇得到佢係真係落咗好多功夫，好努力。其他嘅歌手都好努力，但係安仔嘅努力咧喺我身邊啊，佢每一分鐘喺度諗緊乜嘢我都知道，所以私底下冇得傾。許志安、劉德華冇得解，我支持華仔。我最喜愛歌曲會係越吻越傷心，因為我支持蘇永康。越吻越傷心呢首歌真係個個人都識唱。都係越吻越傷心嘅，咁紅嘅呢排。我最喜愛歌曲啊，我中意我自己又愛你。即係永遠都係獨白好感人嘅。唔錯，因為每一次聽我都好感動。小儀啊，我發覺咧香港咧作為一個女藝人咧幾着數㗎，即係有時大家平時咧睇雜誌嘅封面啊、雜誌嘅內頁啊，或者報紙上位咧，都係偏向咧中意咧影咧女星多啲，咁所以咧新晉嘅女星咧想出名出人頭地咧，好似容易啲咁樣喎。係啊，嗱，我記得咧過去嘅一年咧，的確有好多女星湧現咗㗎。個感覺咧好似係我哋上年咧睇獅子座流星雨一樣。個感覺就係好多流星會過，但係去到最後，當我哋望上天空嘅時候，一粒都睇唔到。所以成為一粒星星，仲要成為一粒好燦爛嘅流星飛過，係好困難，而且咧仲可以俾我哋寄予厚望，就更加困難。今日我哋樂壇有3位叱咤樂壇女歌手銅獎楊千嬅。楊千嬅98年903專業推介亞軍作品2714342，季軍作品數你。我喺度一定要多謝我唱片公司華星，呢幾年冇佢栽培，我冇今日企喺呢度。